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5篇，出埃及记16章第1节到18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形象。创世纪甲咱讲，上帝创造人是用家己的形象来造人。伫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7节，圣经安尼讲：接续上帝讲，咱着爱照着家己的形象、家己的样式来造人，互因管理鱼类、鸟类甲一切精生、野兽、虫豸各种的动物。因安尼，上帝就照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伊造因有男有女。到底上帝的形象是啥物？有真侪人讲，甲尼哥底母共款，掠做是亲像肉体的形象，所以伊才会无明白会回答耶稣基督所讲的话。伊讲：人怎样会通搁一摆对老母的腹肚底出世呢？因此有一个人就开始猜想，上帝的形象是怎样？或者是搁较明白来讲，因感觉讲，上帝是生做啥物款哈？亲像别人伫早期教会传统历史的艺术作品，拢是安尼画，拢是亲像别人。或者是有人咧问，啥物人生做上升上帝？即种拢完全偏离圣经的标准。旧约对伫上帝的形象并无有太济的描写，并且人的创造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次序是真无共款。根据着上帝创造万物的时阵所讲的，伫创世纪的记载，拢叫做各种归类。对创世纪第1章第10节开始，一直到上帝创造人类，上帝创造拢是各种归类。咱若照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来看，各种归类拢总出现10摆，一直到这个上帝创造人开始，才无有各种归类，乃是照着上帝伊家己的形象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权啦，意思就是讲，人甲万物是无相同的，因为毋是各种归类，但是却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比作。比较较大的难题是，每一个人拢生做无共款，也有真侪人种啦、民族啦，确实拢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。诗篇第8篇的人权就是安尼讲，伊讲人算什么？你既然来顾念伊；会朽烂的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关怀伊。但是你做伊，敢若比你家己较低。你用阳光尊贵做伊的冕旒，你互伊管理所有的被造物，将一切拢放伫伊的骹下。牛、羊、风暴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类的生物，拢归伫伊管辖。
人受创造，亲像起初亚当共款，互上帝差遣来管理上帝乐园，就是爱甸园，并且对人来管理上帝所有的被造物。若是人也亲像即个亚当共款，时常袂记得上帝的呼召，跟对上帝领受伊的交代，跟对伊的骹脚，人反倒转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，因为安尼就肉体的需要就甲上帝徛伫迄个对立面。以色列安尼来批评攻击上帝，以及迄个有上帝形象的仆人。因讲：阮宁可上主伫埃及将阮杀死了。伫埃及，阮上至少会通围的，有规鼎的肉通去食饱饱。但是恁将阮带到这个旷野，要互阮死伫这个啥夭死？以色列即时已经完全脱离了上帝的形象，因为着肉体的饱足，却变得面目真恶。因袂记即伫埃及为着这个规鼎的这个肉是受屈辱的，是受奴隶所得到的。但是上帝所应允因的是一个新天新地，有重新受创造新的生命，新的心、新的灵，是满有上帝形象的。摩西提醒因，摩西佮讲，上帝要是暗时互恁肉食，伫早起时互恁充足的食物，因为伊已经听见恁对伊所发的怨言。恁埋怨阮，其实恁是埋怨上帝。我亲像诗篇第8篇所讲的：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伊；会朽烂的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关怀伊。这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。哥罗西书嘛安尼讲，基督是看袂见上帝的形象，是超越万有的大囝。透过伊，上帝创造天地万有，看会到的、看袂到的，包括伫灵界在位的、主宰的、执政的、甲掌权的。借着伊，也为着伊，上帝创造整个的宇宙。基督伫万有的大成就已经存在。万有也借着伊各得其所。咱看见上帝创造的人，拥有伊的形象，嘛，互人透过领受伊的救恩，成做有上帝形象的人。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阵，就讲有灵的活人。原来，迄个形象是因为咱有上帝的灵。有上帝的生命，受上帝创造的新的人，就有上帝新的灵甲新的心。这就是正着耶稣基督互咱的救恩，互咱成做上帝的儿女，成做掠基督做头的这个教会。咱有上帝形象，成做生命的共同体。圣经讲，伊是教会，伊的身躯的头，伊是新生命的源头，伊是大囝，首先对死过活，目的是要爱护万有来徛伫头一位。上帝亲自决定，互囝有家己完整的特质。透过伊，上帝决定互全宇宙甲家己和好。
上帝透过伊的囝死伫十字架顶，就成做和平，互天地万物拢归伫伊。进前，恁因为迄个邪恶的行为甲思想离开上帝，做伊的cứu赎。现在借着伊的囝的肉体死，上帝互恁阁成做伊的朋友，为着要爱恁伫伊的面前圣洁，无有欠点，无通指责。咱完美吗？无，但是却因为上帝的疼，上帝的创造，互咱会通因为信来变称做义，渐渐就愈来愈有上帝的形象。因为安尼，咱就必须爱恳求上帝，追求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会通渐渐恢复上帝所创造的形象，互人知咱就是上帝的儿女。诗篇95篇，来啊，咱来唱歌学乐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，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。着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。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，极悬的山峰嘛伫伊的手内。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伫伊。伊嘛亲像创造陆地。来啊，咱着鞠躬来敬拜伊，咱着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今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，恁毋通硬心，亲像伫米利巴的时，亲像伫旷野玛撒迄一日。迄时恁的祖先考验我，虽然因有看到我的作为，也有举试探我。40年久，我讨厌迄世代的人。我讲，因的心神无定的子民，因毋捌我的道路，所以我伫受气中来咒詛，因绝对袂当进入伫我的土地安息。